中国配偶小美因为武统的言论，互咱内政部废止居留许可。3月31限期爱出境，也毋过时间到啊，伊拢无离开。昨昏4月7日，移民署是安排飞广州的飞行机航班，甲伊遣送出去。昨昏下晡，伊离开台湾进前，伫桃园机场面对媒体表达不服，话讲伊无做毋对。 好，慢慢走，慢慢走，好，那往后慢慢走来，往后慢慢走，这一中到予移民署人员带到桃园机场执行强制出境，就希望陈小美面对镜头几摆大声喊家己无毋对，感觉极端所在也揪落嘴暗，表达不服。也毋过同款因为社计宣传武统，互废止居留许可的黄琪，拢伫最后期限进前主动离境，就小美方遣送。针对违法个案，移民署绝对依法严查，坚毅执法，没有妥协的空间。 虽然小美透早家己到移民署申报全勤队报道，参加审查会定时意见，也毋过经过与会专家学者讨论了后，由原决议将小美强制驱离，安排伊家己买下昼2点10分的班机票，飞去中国广州。内政部、移民署、警政署，从上个礼拜以来，对于执行公权力表现得非常的好。该配合的对象也配合得很好。至于 该执行的对象，内政部自然要依法继续执行。行政院长邓英泰肯定相关机关依法执行，刘委会主委区绥靖呼吁咱国民众爱更加包容关怀，包括刘培在内新住民，唔通因为少数人的言行，将规个群体打标头。这些极少数的这些不当言论言行的这些陆配不要影响其他国内这个认同台湾爱护我们这块土地的这些其他新住民，不要有这些标签化的影响。另外，内政部长刘世芳前一日透露，小美甲中国国台办关系密切，沟通并立悬。区绥靖表示尊重内政部的判断，甲掌握的资讯，也毋过也指出，等于离台进前，无发动法律战、舆论战、心理战3战。即摆小美选择无顾到离台期限，背后动机甲原因可能无单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